西區終於有獨梯獨伙嘅單位出嚟啦。電梯出嚟之後嘅話，呢一度全部都係呢間屋自己用嘅。上個星期先開埋，我哋依家睇下情況。呢一隻係115方嘅3房2廳2衛，到時係毛坯交付。入咗嚟之後嘅話，右手邊呢邊係去做一個飯廳嘅位置，然之後呢個客廳同埋呢邊係廚房。廚房佢示範單位係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嘅，到時交樓之後嘅話係自己去設計。咁廚房聯通出嚟嘅話，呢邊係一個生活露台，都可以睇到宮景嘅嗰邊。咁前面呢一度就係一個賓宮1號。咁呢一隻嘅單位最大嘅特色就係佢係朝南，而且係一線河景。睇翻出嚟呢邊就係興中廣場摩天輪呢一邊嘅，前面係完全冇遮擋。咁呢一笪地嘅話就後期會規劃做一個華潤萬象城嘅地塊。咁前面呢度做咗平整嘅位置，就係舊年喺中山舉辦嗰個草莓音樂節嘅一個地方，嗰陣時係好熱鬧嘅。咁翻返嚟，我哋再睇下幾間房。呢邊係一個公共嘅洗手間，個尺寸都係正常嘅。呢邊係第一間客房，所有嘅飄窗位置都係可以打咗佢，然之後做埋出去。咁呢邊第二間客房，佢呢邊係以一個露台去佈建嘅。咁呢邊 book 咗之後嘅話，可以做到一個落地玻璃窗。入到嚟呢邊就係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呢邊都係有一個陽台去佈建嘅位置。咁book咗之後嘅話，呢邊可以做到一個270度嘅轉角位，睇出去就係一線冇遮擋嘅奇宮河景，景色非常之靚，而且呢邊係落地玻璃嘅。咁翻返嚟呢邊就係主人房嘅洗手間，佢呢邊係上個星期先開盤賣嘅，樓層各方面都有得選擇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評論區留言，我發全圖資料俾你。